神所命定的日子，在开心的时候要赞美神，在难过的时候要赞美神，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主啊，谢谢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拍手，因为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他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高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神是配得我们称颂的，我们不止在每一天要开心的赞美他，我们更要来宣告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力量。阿们。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他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高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不要说耶和华是我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举手来宣告他，可以吗？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我力量，预备来，跟好，宣告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他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高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他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高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拍手，把荣耀、掌声归给神，因为我们要高举那个得胜的旌旗，因为使我们可以得胜的是我们的神。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们。神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求告的出口，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再一次，你是爱我的天父，绝
求，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开心的时候，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在我们不论在何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深深的爱我们，把我们成为你的宝贝，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凡事向你献上祷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深深的来敬拜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是要不只是要听到，更多的是要行在神你的面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那个敬拜的生活来。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愿认识你，愿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在我心门，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愿认识你，愿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深深的敬拜，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我们一起高举双手，呼喊神，主啊，扬声呼喊，耶稣我爱你，高举双手，让我分享你我的耶稣，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我真渴慕遇见你，扬声呼喊，扬声呼喊，耶稣我爱你，高举双手，让我分享你我的耶稣，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我真渴慕遇见你，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主，愿我们的敬拜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真实的经历你，让我们渴慕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赞美你，献上我们真实的赞美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请坐。好，我们很高兴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吕家伟弟兄，我们拍手来欢迎。
那她是住在大西澳，好，那她刚好来到教会的门口，好，所以她一起来参与我们在今天的祷告会。好，那她在大溪的拿撒勒人教会，今天的祷告会的见证分享，好，那我们有安排一位那特别的人物来分享，好，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出门哦，好，所以由我来替他分享。在今年的1月3号，好，我们跟1919有合作幸福巴士。那这幸福巴士有20几个企业家，好，那他们募集了大约有700多万，好，要来帮助全台湾有600多个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那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也有推荐了20个，好，有20个，好，加上市府灵粮堂，好，总共在1月3号呢，这台幸福巴士，好，在15天的最后一天就来到了迦南教会。好，你可以看到那天我们教会呢1楼非常的热闹，好，这个是我们教会的49号的1楼，好，有很多的镜子，好，在做什么呢？剪头发，这些都是曼都的发型设计师啊，好，那他们呢来做义剪，然后呢在对面呢穿蓝色衣服的呢，好，那边还有呢，好，有牙医师，然后呢还有这个做牙齿的健检。好，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服饰店呢，好，他们来送给这些每一个这个弟兄姐妹呢，好，就是有被筛选在名单当中呢，好，从帽子、外套、衣服、裤子、袜子到鞋子，好，整套的新年的新衣啊，好，所以那天呢非常的热闹，好，那在我们教会。但是呢，在那一天当中呢，好，在那天结束之后呢，我们又接到这个1919的这个关心说，哇，他们去了15天，大概接近20几个站，全台湾。可是呢，有一个个案呢，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想要呢，把这个个案呢，好，能够拍成纪录片，好，能够来跟更多的社会界来分享。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曹碧莲啊，好，曹碧莲姐妹，好，那这个曹碧莲姐妹呢，好，她呢现在73岁哦，可是呢，因为在她50几岁，在她得到糖尿病呢，好，然后她在视力呢衰退，所以她现在已经是全盲，所以呢，在她的这个人生当中呢，好，她变成好，她没有结婚，好，没有小孩，好，而且呢，她必须要独居，好，然后呢一个人生活，所以让这个救助协会呢对这个曹碧莲姐妹呢，好，就非常的好奇，好，那就想要好就来拍她纪录片，好，所以呢他们就派出了这个导演团队，好，然后来到我们的教会，好，然后呢来访问说，为什么这个姐妹呢她会来到教会？哦，原来呢，好，这个碧莲姐妹呢她会受洗呢，好，是因为她因为全盲，好，然后她也没有结婚，好，然后她的弟弟妹妹呢，好，虽然不是亲生的兄弟姐妹，好，但是因为她是这个养女，好，所以她下面还要帮忙照顾4个孩子，所以这些她自己呢12岁的时候呢，好，就辍学，好，就小学之后就没有再念，好，然后她就一直工作，然后帮助养父母来照顾4个弟弟妹妹，好，让她的4个弟弟妹妹呢都能够上大学，但是她自己却没有，而且呢，好。但是他的弟弟妹妹把他送到安养中心，好，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说我照顾恁，好，恁细汉的时阵，好，小时候呢，好，因为他的养父很早就过世，剩下养母，这个只有我好像代替爸爸，好，还要出去工作赚钱，好，把你们这样拉拔长大。可是现在呢，好，我生病了，好，你们却要把我送到安养中心去啊，好，他非常的不开心。可是呢，因为最后呢，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他还是得要乖乖的去安养中心，在中山东路。就去那个安养中心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我们的教会的会友吴慧玲老师，好几年前，所以他就在那个当中呢，发现那是跟他一起的室友说，然后那时候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会去看他，说这个基督徒呢很特别。然后唱诗歌，而且常常会有弟兄姐妹来这个安养中心，好，会来送东西给他，然后会来陪他祷告，好，会来陪他唱歌，或是他的儿子女儿来的时候呢，常常会用这个祷告，所以就让这个曹碧莲姐妹呢，
非常的羡慕，说能够在教会里面，所以刚好他有一个朋友是这个桃园圣教会，所以就在把这个碧莲姐妹呢就带到桃园圣教会，就在那边受洗，然后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呢，因为这个后来他照顾他的朋友呢，又搬离桃园，所以他又没有地方去，那他去了一段这个神召会，但是因为后来真的视力已经完全的退化，所以他又离开了这个南门公园，然后房东要把他找房子，所以他就现在住到了这个安东街，在安东街的这个租的房子，这就是他的家，就是只有这样，他几乎没有出门，几乎都在家里，但是我们教会呢，在5年多前帮他申请这个1919，所以每一年都会送这个6次的食物包送到这个碧莲姐的家，然后去帮助她。所以在这个跟导演去访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看见碧莲姐她的信心，就是说她呢不再埋怨，而是她认识神之后呢，虽然她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但是呢她也没有办法出门，但是呢每天都有这个社会局有安排，有送餐到她的门口，然后会有人来帮她打扫家里面。虽然他的生活无虑，可是呢，上帝成为他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力量。那在这我们结束的时候，他还祷告，带领为我们大家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虽然我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你还是让很多的人来关心我。所以看见呢，这个碧莲姐妹，因为认识神，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她就不再忧虑，也不再负面。能够学习祷告，有神成为他的依靠，让他的一生都能够更加的蒙福所以这是曹碧莲姐妹的见证。我们拍手把荣耀来归给神。请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倚靠神，让我们更蒙福；倚靠神，让我们更蒙福。今天的祷告会呢，牧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为新春蒙福祷告。我们在1个多礼拜就要来过年。在过年当中呢，真的是非常大家可能会更忙，还是可以好好的休息？更忙大部分都觉得过年好像没有办法休息，够卡无瘾但是我用的这个题目是说，透过生命记，能够在新春当中断舍离，还有蒙福之道。你知道我们在新春当中，大家可能要安排要去哪里过年，而且呢，有时候这个没有瞧好的话这个回娘家的时间，塞车的时间，围炉的时间，年夜饭的时间，谁要洗碗，谁要买菜，吃什么外面的餐厅，甚至有的人干脆怎样都不要，就直接跑出国，所以但是在这个新春当中呢，本来应该是要开开心心过年。可是有可能在这个新春当中，就会起了争执，可能就会起了这个口角，可能就在一年的开始呢，就闹得不愉快。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新春当中蒙福呢？在新春当中，我们大家都会大扫除，整理家里。但是呢，大扫除不只是利用新春的期间大扫除，我们整理的不是只有环境。还要整理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是整理的不只是环境，整理的不只是环境，而是生命方向。你会把家里面整理好，那我们有没有把我们一年开始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方向好好的整理呢？让我们在知道这一年当中，像我们在每一年就有跨年祷告会，透过跨年祷告会，也让我们能够回顾过去。然后呢，我们能够走向未来。在新春当中，我们也再次来除旧布新，整理我们的心。所以《生命记》这一卷书，我们今年1月份读的这一卷书，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过年的时候、过年期间来读的。《生命记》呢，重要的经文，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生命记》6章4到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上帝告诉我们说要爱他，可是这把爱的钥匙呢，其实是3把。哪3把？尽心、尽性、尽力，3把加起来，才是一把爱神、
爱神的钥匙哦。生命记呢，好这一卷书呢，好其实它在讲的就是一个进入新阶段之前，生命重新的整理。摩西在旷野当中，好就是这一群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去一个新的地方，可是呢，已经快要到了，好快要开始了，快要进入了。摩西透过重生诫命，再一次的把这诫命好提醒，就是要帮助他们来整理。透过回顾过去，哇，回想他们过去40年来的生活，然后整理，用上帝的话来整理他们的生命。当他们整理好，就能够进入那个祝福流奶与蜜当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新春，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回顾，回顾我们的过去的一年，除旧，然后呢，我们能够整理，把这些旧的，把这些不需要的，好能够断舍离除去。而我们才能够步新，好进入到新的当中。新春当中的断舍离是什么呢？就是离开不再带来生命的事，就是让那些让我们的生命沉重，就是我们要断舍离的，不再带来生命的事情。申命记第10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断舍离？第一个呢，就是要断掉我们心里面的污秽。我们要大扫除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很多的扫具啊，好，会准备很多的用品啊。好，我们会拿抹布啦、洗洁剂啦、拖把。那我们的心要用什么来洁净它呢？把洗碗巾喝下去，菜瓜布吞下去。好。诗篇119篇说：“好，少年人要用什么样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用神的话洁净我们的心。所以神的话要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呢？断舍离，不是把东西丢掉，而是整理我们的心，用上帝的话把我们的心好能够重新的整理。”所以摩西在生命记在旷野当中的断舍离不是说你们现在要进去了，好，这个帐篷可以丢掉了，好，睡袋可以丢掉了，好，这些里里扣扣的东西可以丢掉了，不是。摩西整个在生命记所做的什么？把上帝的话再好好的从头到尾再宣布一次，再读一次，让他们的心好像 reset 好能够重组。所以在新的一年，好，我们要问的是。有哪些东西占据了我的心，让我没有办法更靠近神？这个最后面这一行，好，如果你看得到，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有哪些东西占据了我，让我无法更靠近神？这个问题呢，我要让大家有30秒的时间，请你闭上眼睛，我们来思想，有什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什么东西占据你，让你没有办法靠近神？我们用几秒钟的时间来思想。或许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工作占据你的心，让你没有办法靠近神；或是孩子，或是父母亲，或是生病的亲人，占据你的心。让你没有办法靠近神。今天晚上这个时候，我相信上帝要透过生命记里面的话语，帮助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即将要开始，让我们能够断舍离，让我们能够知道抓紧蒙福的应许，在新的一年能够用上帝的话洁净我们的心。求主耶稣帮助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断舍离，第一个要断的呢，就是牧师要分享3样，你要断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属灵重担啊。第一样东西呢，就是放下只靠自己的假安全感。好，请大家说一次。放下只靠自己的假安全感。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上面？上帝。哇，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如果你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上帝，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的存折里面的后面有几个零，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你的这个身体健不健康，健康检查出来报告有没有红字，
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丈夫，或是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这些安全感可以说是假的安全感。申命记第8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在申命记第8章这里，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进去那个地方，比你们现在在旷野这里住的好得多了。你们进去那个地方呢，不像旷野。你们在旷野已经住了40年，可是要知道，这40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破，鞋子也没有穿烂，脚也没有肿，是因为神一路上在管教你们。可是呢，如果你们进去，哇，这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可以活过来40年，我可以进去这迦南地，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终于找到这个迦南地的入口，你就忘记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这个假的偶像的上面。所以我们是否把金钱、把名声、把地位看得比上帝还重要呢？最近的黄金是涨还是跌？前几天跌，好像又开始涨了。去年涨的怎样？很夸张，很夸张。最近看到跌了，有人开始很害怕，但是有人看到跌的很开心，哇！但是呢，你口袋有没有黄金，跟你明天可不可以活下去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大家没有。大家呢活下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面所说的一切话。台湾的股票今年继续的一飞冲天。你没有买到这个最好的股票，但是不代表你明天能不能够活下去。很多我们的安全感好像别人有，我也要有。别人都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我才有安全感。这个比特币，最近比特币跌得很多啊。我希望你没有买到比特币，或是你已经卖掉了。但是这个比特币呢，也不是能够成为你真正安全感的力量，因为真正的安全感是只有神。你怎么样让神成为你的安全感？就是要让上帝的话住在你的心中。所以跟旁边说，让神的话住在你心中就有安全感。让神的话住在你心中就有安全感。第二个属灵的重担，就是习惯性的妥协与冷漠。请我们说一次：习惯性的妥协与冷漠。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用信心，我们是凭感觉。今天来聚会的人多还是少？多，感谢主。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参加聚会，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来聚会的人只剩下一半的人没有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凭感觉，就会觉得说今天的聚会呢，没有属灵的这个氛围。像礼拜天这个刘子俊牧师来分享，哇，这个做得满满的。大家一进来就觉得这个属灵的这个聚会怎么样？很不一样，哇，很火热。但是很多时候世人都是依靠感觉，当那个感觉不存在，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会冷淡，会冷漠。申命记6章5到6节，就是这个许骂，我们来读一次，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上帝说，我们去爱他，用这3把钥匙爱他，不是靠外在，而是你要，就是不管外面有多少人，不管有多少的人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你要拿出你的心，然后尽你的本性，这个 nefesh， 还要尽你的力量 me'od 去爱神。所以不管今天这里坐满的人，或是这里就只有2-3个人，但是不会靠感觉，而是靠信心。因为这些话你都要记在哪里？心上。当你把上帝的话记在心上，你就不会被环境所影响。有时候罪恶它不一定是像那个台风啊、暴风雨啊，像牧师有分享，在主日分享去这个1919环台的时候，经过了苏澳，经过了台南的七股，看到这些风灾花莲的光复，这个好像这个破坏的这个哩哩啦啦，整个被摧毁得很严重。有时候这个罪恶好像这个暴风雨突然吹袭，这个攻击我们的生命。但有时候罪恶呢，它好像是毛毛细雨，
或是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让我们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很多时候，我们的习惯性的妥协，或是不冷不热，就是我们跟着环境一样。在今年初的时候，去年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写灵修笔记。1月份已经结束了，我来问一下，今天来参加祷告会，你1月份有完成的，请举手一下。感谢主，好，请放下。那很多的人努力在完成，下个月再来问一次的时候，还剩下几只手？我应该刚才先问，反过来问，你有买灵修笔记的，请举手。有买的，有这本的，请举手。有这本的请举手。好，谢谢。1月有写完的，请举手。好，这样就有个对照了。就有个对照。因为我们会怎样？习惯性的妥协。每一天刚开始的时候，逃休不要拎，起头的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会依靠感觉，大家一起冲啊，一起努力啊，一起写。可是呢，环境呢，忙碌呢，会让我们失去了这个感觉之后呢，今天不知道写什么，今天没有感动，这都是罪恶。有时候它就悄悄的、偷偷的就进入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要断舍离，就是要把这样子的一种无感，对上帝无感，因为我们没有用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信心当中，而是用感觉放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这个跟神的贴近的机会。第三个我们要除去的叫做把去年的怨言带进新的一年。好，先说一次。过去这一年是什么年？蛇年。蛇呢，就是最会说谎，就是这个创世纪里面当中的撒旦。在过去1年当中，你有没有埋怨？你有没有对什么事情很不爽？有。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对什么事情很不开心？也有。你会把这些事情带到今年当中，新的马年当中，有可能，如果你都不去理它，如果你都不去解决它，断舍离，你会把去年的东西带到今年。像最近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在检讨去年的某一个事工，我都不晓得这个同工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一讲到去年的事工，他突然就很生气，然后就越讲越激动，那眼泪都快要掉出来，说有这么严重哦。后来才知道说我怎么都不晓得，我还以为想说那一天那个事工呢很顺利啊，办得很成功。结果呢，没想到这个同工的心呢受的伤这么深，还好我们有开会，他才讲出来。但是呢，当下就是鼓励他说这个东西我们今年还会再做。今年在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才不会继续的受伤。不然他都觉得说我不要了，我不要做了。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处理那个罪，没有断舍离，所以你把过去的埋怨，而不是只有去年的、前年的，还有呢更久的。最近我也听到另外一个同工说，他一直想要邀请一个姐妹回来教会，因为他已经10年没有回来迦南教会，离开迦南教会10年了。可是呢，他去邀请他的时候呢，他就怎样？他不要，因为他还在记得10年前他被伤害的那一句话。他在教会里面服侍被伤害，知道他现在呢没有办法断开。如果我们没有断舍离，我们没有把过去的这些罪做一个整理，我们可能会继续的受到试探，受到引诱。所以我要给大家30秒的时间，我们再来祷告，想一想，不管是去年也好，前年也好，过去也好，你心里面在最大的埋怨是什么？你对神最大的埋怨是什么？我希望今天神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埋怨把它除掉，好吧？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有30秒的时间跟神默想，跟神祈祷。我相信这些埋怨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埋怨，他们埋怨一下没有肉可以吃，一下埋怨没有水可以喝，一下埋怨天气太热，天气太冷，一下埋怨这个摩西不行，他们要回去埃及。但是这些的埋怨导致于他们在旷野当中浪费生命，1年又1年
重复，没有进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在今天这个时候，借着今天这个的祷告，我们要断舍离，把这些的埋怨通通交给主耶稣，让我们不要再埋怨，让我们不要再咒诅，让我们不要再咒骂，而是选择将一切的忧虑卸下，卸给神，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困难软弱，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预备好自己，要进入的是那流奶与蜜之地。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都能够断舍离，把心中的怨言、苦毒都能够卸下，交给耶稣。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这些苦毒要成为骨中朽烂的咒诅，通通都要离开我们的生命，不再从我们的口中说出埋怨的话，而是要说出赞美的话、祝福的话、感恩的话。奉主耶稣的名宣告，阿们。这3件事情，我们对，刚才忘记读这个。你看《申命记》说，你们不愿意去迦南地耶，因为违背神的指示，在帐篷里面不断的埋怨、发怨言。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将近40年的时间都在浪费生命了。所以这3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第一个是，第二个，第3个，假的安全感就是一个假的上帝，他好像一个可以给你吃素啊加素啊亲素啊欠钱不免还的上帝一样，但是那是虚假的，你要把它断掉。阿们。第二个，这些的妥协冷漠，你好像很爱神我有买一个笔记，我买这个笔记，大家都有我很爱神。可是这些的妥协，这些的冷淡，会吞噬你对上帝的爱，那个是假情假爱。真正的爱不是别人在督促你，真正的爱上帝是哪3支钥匙？尽心、尽性、尽力。你要真正的爱上帝，不是牧师有教才有做，有教才有写，而是没有人教，没有人讲，你也会愿意做。为什么呢？因为你爱耶稣，你爱上帝，你很清楚知道，我读圣经，我写灵修笔记，是因为我爱上帝，这才是真正的爱。第3个，假信、假神、假爱、假的信心。假的信心呢，就是听到却不行道，一直埋怨，所以这个埋怨呢，就会吞吃你的信心，让你裹足不前。所以这3个重担，假神、假爱、假信，我们都要断舍离。把这3个说一次：假神、假爱、假信，我们都要怎样断舍离？把这些的偶像，把这些你以为你爱上帝，可是你没有尽心、尽性、尽力。你以为你是相信上帝，可是嘴巴却一直谁亮，嘴巴一直在说这些咒诅别人或是咒诅自己、批评上帝的话，这不是信心。我们都要把它除旧，然后我们才能够步新。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新春蒙福？新春蒙福就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我们来读《申命记》28章1节和2节，请：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地上的万国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切的福气必临到你身上，追随你。我们快要读到28章了，读到28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该说的都说了。可是呢，最后要决定的要不要做，在于你。蒙福不是苦苦哀求，而是被福追随。好，请说一次：蒙福不是苦苦追求，而是被福追随。因为你要怎么样让福气追随你？你看最后3个字，福气是来到你身上，他来跟着你跑。不是你跟着福气跑，很多的人跟着股市跑。哎呀，明天的股票怎么样？我要跟着福气跑。结果呢，跟到最后都怎样？
通通都是都是变成韭菜啊，被人家割韭菜啊！你要坚定你的脚步，坚定你的道路，福气自然会临到你。阿们。你要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面，福气就会来追随你。阿们。摩西，好，他在生命记里面，他不是叫百姓说，哎，现在大家交一本计划书，好，你们要进去迦南地之后呢，每一个人交一个计划书。好，我们这个礼拜天要开合会，我们也有计划书。好，这个计划书呢，每个部门来，摩西呢开始发包下去。来这个部，计划报告写出来，预算编出来，然后你们进去迦南地之后做什么，是这样子吗？那摩西怎么做？摩西是把整本的圣经怎样交给他们，念给他们，再一次的读给他们听。所以摩西在这28章也说：留心听从，谨守遵行，你就会超乎地上的万国之上，福气就会临到你，而且还会追随你，福气会追着你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再一个多礼拜，好，就要来过年。我要如何清出时间、清出空间，让上帝的话能够牢牢的记在心上呢？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如果你的心是空空的，或是不要说空空的，你的心都在看政论节目，你的心都在看股票，你的心好，通通装的都是这个漫画、动画啊，装的都是这个偶像追剧，你的心都是美食，可是你的心里面呢，整理了半天，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心中。在新的这一年，我们要断舍离，让神的话能够牢牢记在我们的心上，好不好？我们也是一样，闭上我们的眼睛，跟上帝祷告：上帝啊，请你帮助我，让我在新的一年能够清出我的空间，清出我的时间，让你的话能够牢牢的刻在我的心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祷告很重要，因为你会发现，你有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来帮助你，清出空间，清出时间。所以牧师呢，每一天呢，早上的时候呢，都会先把桌上都先清空，然后呢，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先把上帝的话，都先读出来，然后呢，写下来之后呢，再来听今天分享的同工的分享。分享完之后呢，我再来写感受。最后今日事写完之后呢，那个今日毕我会留到明天早上再来写。为什么呢？让我把它想一想，昨天我跟神求的事情，那神怎么样带领？所以我觉得，我就很期待这个早上这个时间。虽然这个时间不一定会很长，但是呢，清出空间，清出时间。让神的话牢牢刻在心上，所以说一次：清出空间，清出时间，让神的话牢牢刻在心上。好，所以怎么样蒙福？好，最后牧师分享3件事情啊。好，第一件呢，就是要把神放在中心，而不是边缘。请大家说一次。申命记6章4到5节，好，我们刚有念过2次，第3次再念一次，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神是唯一的，好，那个一呢，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神放在我们的行事历当中的某一天，好，我们这个行事历从礼拜天到礼拜六这一天要给上帝，好，然后这一天呢，我要做我的事情。可是呢，神不是行事历当中的一项，神是你行事历当中的几项？对，全部。好，神呢就是决定你行程的行事历的神。跟你旁边说，神是决定你行事历的神，神是决定你行事历的神。所以我们在合会当中，我们教会也有整年度的行事历。
可是这些行事历，我们是用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公因数，大家一起开会，集大成。但是或许上帝会这样做，不过感谢主，我们看了去年2025年的行事历，我们所计划的，几乎每一个计划都能够把它行出来，是因为是有上帝在带领我们。但是行事历不是你写下去就一定不能动，或一定不能改变，因为神才是最后那个决定安排行程人。如果我们这么厉害，我们都可以决定我们的一生，决定我们的城市，决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听，因为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时间、我的选择、我的优先顺序，有没有反映出神是独一的主？你的时间，谁决定你的时间最多？是孩子呢？工作呢？或是你的兴趣呢？嗜好呢？你的欲望呢？还是神真的决定你的时间，决定你的选择，决定你的优先顺序最多呢？刚才分享这个碧莲姐妹，她每一天时间很多，因为她几乎都不用出门。可是呢，她说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虽然她看不到，可是她会怎样？拿出一个垫子，然后呢就放在桌子旁边，然后就在那个跪在那个垫子上面，然后跟神祷告。他用这个跟神祷告，成为他一天的开始。那在这个祷告当中呢，他不是跟神埋怨，不是跟神抱怨，而是他就是感谢神，赞美神。所以这是他在这几年当中所学习的。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他也会跟神跪着祷告，谢谢神给他一天。所以那个导演问他说：“你都几点睡？”他说他大概都，因为他的时间是用听来的，所以呢他的时间，他也是很早睡，但是他很早起来。可是虽然他不能够出门，虽然他不能够像他以前一样，能够在外面的世界，可是他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神就是他独一的主，他一个人住，而他跟上帝在一起，他觉得他非常的幸福，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忧虑，他有什么样的焦虑，所以把神放在我们的中心，而不是边缘。第二个，要让神的话进到日常，而不是教会。请说一次，让神的话进到日常，而不是教会。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都讲教会的话，可是教会的话呢，到外面别人都怎样听不懂，听不懂。为什么这个刘子俊牧师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他能够把上帝的话怎样，让外面的人也听得懂，听得懂。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教讲道的书，他说最好的讲道是让谁听得懂？他说最好的讲道就是让小孩子都听得懂。听不懂的话呢，你根本传不出去。只有小孩子都听得懂的话，才能够怎样？传到全世界。所以你读了圣经，哇，刚才我们牧师选的这些的经文，哇，很感动，很棒。可是你跟人家分享，人家听得懂吗？听不懂。为什么？因为这些话你没有把它消化咀嚼。这一段经我们读过，我们来再读一次第6节到第7节。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然后要记在你的手上，戴在你的额上，镶在你的门框上，还有你的城门上。这个意思呢，就代表说，上帝的话，我们要在牢牢记在心里面之后，还要怎么样？消化咀嚼，要把它应用出来，把它运用出来。所以上帝的话要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出来，不是你每天你早上写的灵修笔记，然后呢，合起来之后完全忘记里面的内容了，会不会这样？会有时候会，因为你没有把它真的在消化。所以诗篇说要昼夜思想，来一公每日善书，你要至少一天要想到它3次。把你今天写的金句能够想3次，上帝就会跟你一起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蒙福不是说我又听了一个讲道篇，
哦，我又听了一篇的信息，哦，我又听了很多的圣经，很棒，就很蒙福。蒙福是把神的话怎么样消化吸收，转化成什么动力，然后把它怎样行出来。我们今年第一个讲到听，再来呢行，第三个呢活，最后才能够录。所以你要把上帝的话听完之后，你要去行出来，跟你一起行动。行动的时候呢，你就会成为你的生命好养分的一部分，好，然后呢变成生活的语言，最后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哦。最后一件事情，真正的蒙福好是把神给我们的生命好重新安排次序，好是看见神所赐给我的，而不是看见我所缺乏的。申命记8章10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你吃得饱足，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我们能够有吃有穿，好，还能够去年普发现金1万，好，真的是很有福气。好，但是你会觉得感恩，还是觉得哎，为什么我的户籍没有在新竹呢？为什么我的户籍没有在嘉义呢？好，我就少领了5000了呢。啊，我就少领了多少？我怎么没有户籍在连江县呢？好，普发2万呢？这个最假挖来，然后呢，跨挖，就是我们没有得到祝福啊。每个人无缘无故的得到1万块，但是呢，我们没有感谢上帝，反而说，哎，别人有的，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看到别人穿得很漂亮，可是你没有看看自己的衣服，其实也怎么样，也不错啦。上帝给我们的也不差啦。可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学习感恩，没有学习称颂耶和华。当我们有吃有穿，能够好好睡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称颂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他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应该要看得见。可是我们会变成那个欲求不满，好像有了99块，可是觉得自己还少1块，你只会看见我少了那1块钱啊，我在1块钱我就100了，啊，我就100分了。可是呢，没有看到自己有99分了，我已经有99块了。结果这整个心态，通通都陷入在绝望当中，零星变做是欧背啊，人生陷入在愁云惨雾。我们要蒙福，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虽然没有99，也没有89，也没有79，但是上帝给我的，都要献上感恩啊！献上感恩。我们去这个碧莲姐家的时候呢，其实电灯是打开的，我们都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很习惯。可是要走的时候，才想到说，他才说啊，他有电灯没电灯怎样，都没有差。都没有差才想到说原来我们进去的时候开电灯是他为我们开的电灯，我们都很习惯的进去后来我们出来的时候说，那要不要把电灯关掉就一关，哇，马上觉得那个小小的暗暗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大楼里面那个大楼商办大楼里面住了几百户都像我们这样可是呢一小间一小间的，那里面是没有太阳，几乎没有太阳可以照进来，暗暗的。我突然想到说，如果我一整天住在这样的房间我受得了吗？问题它不是一整天呢，它是一整年，1年又1年不过我们教会的姐妹真的很有爱心我看到她的桌上居然还有这个团购的番茄有人买了番茄，团购番茄之后就拿了1盒去给她。我看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就是会去送东西给她那当然还有人送餐去给她。可是呢，我们不要永远只有把自己看到那个黑暗当中，应该是只要有一丝丝的蜡烛，我们的人生只要有一点点的光线，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学习感恩所以蒙福的人生不是说我没有什么而是否看见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看见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好像这个礼拜天的信息所分享，你能够出生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有这么多的阿公阿嬷阿祖这么多的祖宗18代几十代
这样不断的传宗接代，你今天才会在这个世界上，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可是我们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一直装，而是要能够给，你能够给别人什么才是蒙福。使徒行传20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你能够分享什么给人，比你拿到什么更重要。很多人只想要抓了满手，最后呢，命没有时候，手再多东西也要双手一摊，两手空空。可是给就不一样了，蒙福人生是你给人，你给人，神又怎样？又给你，你又给人，神又给你，你会发现，哎呀，其实你越给会怎样？越多。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呢，认识一个牧师，他说他怎么样，上帝怎么样祝福他，那就是靠请人吃饭，靠请人吃饭而越来越蒙福。上帝就给他请人吃饭的恩赐。刚开始的时候他很不舒服，为什么每次都是要他请人家吃饭？上帝就带这么多人，跑来坐飞机去美国就找他，他找他就要请他吃饭。可是他1次2次之后，他发现，当他越招待别人、款待别人的时候呢，上帝就越祝福他。所以他说，他就有请人吃饭的恩赐，请人吃饭的恩赐。我会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吝啬，不要小气，因为你能够坐在最微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能够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呢，反而你是更幸福的。阿们。所以真正的蒙福这3件事情，我们来复习。第一个，把神放在中心，而不是边缘；第二个，让神的话进到日常，而不是教会；第三，看见神所给，而不是缺乏。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听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一天的最重要的时候。第二个是要行，就是要把上帝的话能够行出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有1个礼拜1天在教会里面。第三个就是你要用你的生活，施比受更有福，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与人分享，上帝会使你更蒙福。最后我们就能够进入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在最后，我请这个碧莲姐，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她为我们做了一段祷告，所以我把这个祷告呢跟大家来分享，请一凡帮我按一下。还是我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那个立柱的麦克风可以借我。这个影片好像转出去了，没有声音吗？好，那没有关系。他祷告只有2分钟，可是他祷告的内容是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可是呢，你却没有忘记我。你今天把导演把牧师，我也是第一次去他家，你把导演把牧师带到我的家中，然后听我的见证，听我的分享，听我的故事，盼望呢，我能够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故事，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为你传福音。虽然他没有办法出门，可是他的故事呢，可能传得比我怎样更远，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变成什么人家导演来拍我们，然后来记录我们的生命。可是呢，他却能够在他的房间当中，每天跟神的祷告，上帝就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呢能够为上帝做工。一个眼睛看不到，一个没有办法出门，一个70几岁的老姐妹，她的牙齿也剩没几颗了，然后呢，她的人生也不知道可以走多久，因为她的糖尿病还是很严重。可是呢，神依然能够使用她，因为她真的把她心里面那个埋怨，把她心里面那些苦毒，把她心里面那一些不饶恕的，通通都在跟神1对1独处的时候呢，通通都对付，通通都清空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蒙福，我们要断舍离，我们要断开奴隶的锁链，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而我们要就是要舍弃埃及的世界，不要再想要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一心2意，又要回去埃及。离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离开旷野，
我们不要永远都住在旷野当中。所以断舍离就是要断掉罪的锁链，好，说一次，断掉罪的锁链。舍呢，舍弃埃及世界，舍弃埃及世界。然后离呢，就是离开旷野埋怨，离开旷野埋怨，让我们能够真的好好抓住上帝的话，不要因为过年好，然后就自己放假，然后觉得上帝的话也可以放假，而是我们真的有一个态度。有一个在新春当中，能够与上帝来同行，能够与神一起来走，让我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更加的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垂听每一个人的祈祷，不管是清晨或是夜晚，只要当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地爱你，神，你都要听小小的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相信也是你的感动，你的带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话语，相信也是你对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要远离罪恶，不再做罪的奴仆，让我们懂得舍下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更新，叫我们察验神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我们离开旷野，不要住在这些的埋怨的百姓当中，不要住在这些埋怨的吵杂声当中，而是让我们听见神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在接下来的日子，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做好断舍离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中心，把神的话带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并且能够活出一个顺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愿意把神的话分享给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都要成为一位布道家，我们都能够成为传道人，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为神的话语做见证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位蒙福的人？蒙福的人不用去追求幸福，是幸福会来追随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诫命，能够把神的话带到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就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就会遇见幸福。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困难，在每一个黑暗当中，神要赐给你是那个不动摇的信心，不是靠感觉，不是凭眼见，而是有神的话做你生命的根基。你是否愿意让神的话坚定在你的心中，刻在你的心板上？是否愿意把神的话成为你每一天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要跟神求，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跟神求，因为不是靠自己的肉体，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圣灵的帮助。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圣灵用气息帮助你，让你在读神的话、听神的话、宣告神的话这件事情，不是压力，不是累赘，不是重担，而是幸福，而是甜蜜，而是比蜜更加的甘甜，好不好？我们在今天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来跟神求，说神啊，我要在新的一年蒙福，愿你的话语每一天住在我的心中，愿你的话语每一天都能够成为我的力量。我要邀请你跟着我这样子来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赐给我宝贵的话语，赐给我宝贵的话语，赐给我宝贵的应许。赐给我宝贵的应许。我渴慕你的话，我渴慕你的话，如入切慕溪水。如入切慕溪水。我渴慕你的旨意成全，我渴慕你的旨意成全。恳求你每一天赏赐玛纳。恳求你每一天赏赐玛纳。虽然我在旷野当中，虽然我在旷野当中，我不再埋怨，我不再埋怨，我不再发怒，我不再发怒，我不再嫉妒，我不再嫉妒。只有你的话能够带我离开旷野，只有你的话能带我离开旷野，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能进入那迦南美地。求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的权柄，求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的权柄，如同耶稣胜过撒旦，如同耶稣胜过撒旦，在旷野中胜过魔鬼。在旷野中胜过魔鬼。虽然我每一天很忙碌，虽然我每一天都很忙碌，觉得睡觉睡不够，觉得睡觉睡不够，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办法专心写灵修笔记，没有办法专心写灵修笔记。但我求你帮助我，但我求你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让我能够分别空间，让我能够分别空间，分别时间，分别时间，让神的话住进我的心，让神的话住进我的心，让神的话每一天与我同行。让神的话每一天与我同行。上帝的福气要临到我，上帝的福气要临到我。我相信我出要蒙福，我相信我出要蒙福，入也要蒙福，入也要蒙福，在田里蒙福，在田里蒙福，在职场蒙福，在职场蒙福，在家庭蒙福，在家庭蒙福，让我可以施比受更有福，让我可以施比受更有福，让我越来越幸福。让我越来越幸福。一切的福气要临到我身上，一切的福气要临到我身上，一切的福气要追随我，一切的福气要追随我。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是何等的幸福！是何等的幸福！求主垂听我的祷告，求主垂听我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祈求奉靠耶稣的名
求每一天早上，每一个夜晚，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整天白天的忙碌，但是当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比一切的蜜更加的甘甜。我们也要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来跟随你的话语。愿你的话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你，把最好的空间献给你，把最好的金钱、最好的礼物奉献给你，让我们能够因你的话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要来称颂我们最喜乐的上帝，阿门。阿因为称颂他，我们被福气追随，信心领导我们，喜乐领导我们。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哦，我的灵要称颂你，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付出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太喜乐了，我们再来唱一次。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哦，我的灵要称颂你，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付出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再次宣告，你是我最喜乐的。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我们用拍掌把荣耀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到这里结束。我们去找7个人，施比受更有福。跟他说，施比受更有福。7个人哦，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